知识的文化包装。因为地球会使地势气流甲水流的运动方向，赤道掠外，伫南半球是正手势，伫北半球是倒手势。1835年，法国的 Gigi Coriolis 用数学来成功解释这个现象。但咱就甲伊叫做科力力。科力力听起来真科学，毋过讨海人早就知影这个现象啊。古早的讨海人观察到，海水在甜的时，一定是为南平涌来的，号做南流。大体仔点半钟过，海水开始转，变做流西北，搁来变做流西。海水填到7-8分的时，水流的方向会变做流西南。海水填到海基骹的时，会小停一下。这时是暂时的无流。海水开始为北往南球体的过程叫做转流。续来，海水消退叫做靠流。水流的方向会经过流东南、流东、流东北3摆的变化，落尾搁一摆的无流，了后进入新的南流循环。这个海水的方向变化，敢毋是倒手势，煞毋是科力力的现象。1巷、2虎、3沙门、4板五、5唱耳、6倒吊，是一句讨海人普普仔拢知的话。这句话真好记，用意是要互大家甲危险的鱼仔记条通做字。第一毒是巷仔鱼，第二毒是虎鱼，第三毒是沙门。这3种鱼经这价值低，放铃仔若无张伫掠着因，搁无说字去互因的鳍插着，会真费气。所以因是渔民上头疼的鱼仔。第4名到第6名的鱼仔，人爱食，经济性较悬，虽讲无啥物毒性，毋过因的身躯顶有电极，互插着嘛是疼甲靠背。另外一句甲鱼仔有关系的话是1五伫红沙，3枪4马加5免，是甲鱼仔按照因好食的价值来排名。得头名的是蚵仔、脆粿、肉幼面甲，顶悬搁一寡优质。人爱食，渔民自然爱掠，经济价值当然就悬。第2名以后的排名逐所在无啥共，因为虽然口味无一定，总是好食鱼仔的排名毋是讨海人决定的，是市场消费者来注意的。讨海人甲一般消费者因为生活方式无同，累积的生命经验各人各样，自然会用无同的话语来表达因的知识。顶面这2句话，若是有台语的生物学知识，嘛显明社会阶层的差异。咱常在会因为台语简体的特殊，甲察到台语文化的趣味，煞对这个文化语言内底包装的知识死甲察。若真足去溪考台语简语，台语对生物、号名的法度，对大自然的描述，对世界甲宇宙的看法，才会包装伫语言文化这条汤仔纸内底的人文、经济，到甲生物、物理等等的知识，才会倒出来互咱知。知识的文化包装就是语言。台语内底的知识要得等待咱去发现，千万着毋通看台语无，千万着毋通做安尼的自转、磕头、戆大呆。